OK，我哋而家去到第5行啦。咁第5行咧就好簡單嘅，因為第5行係唔使做 increase 嘅。如果你睇個 pattern 咧，我哋呢行咧都係15針嘅。咁點解咁得意咧？因為之前每一行我哋都有 increase。咁你睇到咧 increase，如果你撳邊個 project 咧，你撳邊咧，你睇到佢好似一個 V 字咁啊。原因係因為每一行我哋都有 increase 到啊嘛。咁而家去到呢個位咧，我哋唔使再整闊佢啦，只係要整高佢啫。咁所以我哋呢一行咧就係唔 increase 嘅情況底下整多15針。係啦，咁即係話每一個 base 起一層樓就啱數啦。咁就嚟咯喎，咁我哋就一樣啦。首先 chain one 完之後喺同一個窿度起一個第一個 single crochet， 拉實啊。好，第一個 single crochet 之後咧就落 marker。好，跟住每一個 base 起一針就得啦。咁我呢個就可以勾快少少啦，因為冇特別嘅 increase。總之就第一針你就上面一針就得啦。2、4、5、9。我想講咧，就係去到呢啲位咧，你開始睇得到個 pattern。點樣知道呢個而家譬如我要繼續做下一針啊？我點先知道我係勾呢一個窿啊，定係勾呢個窿咧？你咁樣睇咧，好似呢個窿大啲喎，係咪應該勾呢個窿？但其實唔係嘅，你睇到咧呢個窿未勾嘅窿咧係平嘅，俾人勾咗嘅窿咧係已經開始有啲弧形嘅，而佢裡面咧呢個針已經勾住咗。你睇個 hook 已經連結咗呢一個窿，所以呢個窿已經係俾人呢層樓已經 occupy 咗，所以我哋個地基要去下一個未起嘅樓，除非你係做緊 increase 咁啊。咁我繼續咯。嗱，其實我而家已經唔記得自己勾我第幾針啦，係好正常嘅。一嚟我都係一個金魚佬啦，二嚟咧其實勾咧就係咁啦，一停就唔記得噶啦。係啦，15針都唔記得。OK，去到咁上下，我數一數先，啊。而家咁樣可能咁樣數會容易啲啊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。咦？未夠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針啫。哦，唔係14針。只係唔計呢針，14針，即係仲爭一針。啱唔啱啊？應該啱嘅係咪？係啊，去到呢個時候咧，我會反一反底，反轉個 project，跟住索實佢個中間個窿啦。跟住我就會開始將佢了結咗佢，因為佢好煩啊，揈嚟揈去。咁呢個咧其實基本上冇特別方法令到佢鎖實嘅。我自己係中意將佢轉死咗個圈，綁死個結，等佢就唔好再揈嚟揈去，跟住亦都唔會甩，咁樣就得噶啦。係咯，咁樣跟住就反翻轉，等佢條繩唔好再阻住我，塞咗佢。好，15針係咪？2、3、4，反翻轉去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針。OK，跟住可以 zip stitch 收埋呢行啦。呢個
呢個穿過兩個搭個孖，拉緊條繩，穿過兩個孖，穿埋本身嗰個窿。第5行搞掂。咁你睇到，其實睇唔係好到㗎，因為佢個 pattern 唔係即刻出嘅。但係總之呢行就冇做到 increase 咁樣。